好多年輕嘅客人都有關節勞損嘅問題，超過一半香港人都受關節或者膝頭哥痛困擾。重要嘅問題係補關節應該食啲乜嘢先補得返呢？好多人第一時間會諗起葡萄糖胺，呢種成分好普遍，市面上亦都有好多產品，但效果就因人而異。近年我會建議我自己嘅客人轉用新一代嘅成分 UC2。UC2 有效減痛同修護關節軟骨，喺台灣、英國、美國已經廣泛應用緊。香港近年都開始有數據顯示佢比葡萄糖胺加軟骨素有效2倍。今日就想同大家解說一下關節痛其中一個常見原因係關節入面嘅軟骨退化。軟骨一旦磨損咗，就唔會自然再生。當我哋活動嘅時候，長時間坐、企，姿勢唔正確，做得多重複性嘅動作，例如跑步啦、做 gym 啦，關節受力得多，軟骨又唔夠保護力，關節就會磨蝕，然後令關節周邊發炎，所以就會紅腫痛，加速咗關節退化。而 UC2 可以促進膠原再生，幫助關節修復返受損嘅組織，同時減少痛楚。UC2 係一種天然膠原蛋白，由雞胸軟骨萃取出嚟。佢嘅特別之處就係用咗低溫萃取技術，完整保留咗異型膠原蛋白最重要嘅3股螺旋結構。係呢一個結構先幫助到修復軟骨，提升關節靈活度。相反，市面上有好多膠原蛋白經過高溫水解處理，結構已經分解咗，就發揮唔到修復嘅作用。市面上傳統含有葡萄糖胺嘅產品屬於補充型作用，原理係提供軟骨所需原料。相比之下 ，UC2 唔係單純補充原料，而係幫助免疫系統識別異型膠原蛋白，減少自體免疫攻擊，從而降低發炎反應，保護軟骨。同時，佢啟動再生軟骨機制，增加軟骨基質蛋白形成，令到軟骨修復，適合長期服用。Move-Free UC2 嘅成分有加拿大大學臨床實驗支持，喺改善關節炎症狀方面，比葡萄糖胺加軟骨素有效2倍。研究結果顯示，食用 UC2 嘅組別痛楚明顯減少，同發炎指數都下降咗。連續食用30日開始起效，60日改善到關節不適，90日就提升關節靈活性。有啲客人會問，補關節之餘係咪可以一齊補埋硬骨？答案係可以嘅。市面上有 UC2 嘅產品，例如呢隻 Move-Free UC2 咀嚼丸，喺入面加入咗鈣嘅成分，一粒搞掂，唔使額外食鈣片，方便好多。仲有啲客人唔習慣吞藥丸，尤其是大多數葡萄糖胺產品大粒之餘，每日要吞2至4粒。呢隻就簡單啲，每日1粒，仲係雜梅味嘅咀嚼丸，啱晒怕吞藥嘅人。如果你開始覺得關節有聲，活動得唔係好順暢，有啲痛，又或者食緊葡萄糖胺但效果唔明顯，都可以試下呢一隻，可能會幫到你喐得順啲，少啲關節痛。